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逆流大叔嘅頻道。進攻就係最佳嘅防守，呢句說話大家喺睇踢波或者打拳嗰陣成日聽，但係放喺投資理財上面，好多人就會覺得，哇，大叔賺錢咁辛苦，防守即係將啲錢鎖入夾萬先係最安全嘛？點解仲要進攻去冒險呀？今日大叔同你用易經睇清楚，點解喺呢個銀紙印唔停嘅世界，你以為最安全嘅原地防守，其實先至係最致命嘅自殺式行為。大叔同你起一卦，睇下盲目防守嘅結果會係點。我哋得出嘅三風蠱卦，上面係艮，代表山，主靜止、阻擋同防守；下面係壅，代表風，亦代表氣流同木。大家幻想下個畫面，一陣風被一座大山死死擋住，完全流通唔到，啲空氣焗住喺個山谷入面。喺大自然，一潭死水，唔流通嘅空氣，結果會點？就係會發霉、變壞、生蟲。所以呢個卦叫蠱，即係器皿入面生滿晒蟲。呢個卦象直接點破咗純粹防守最大嘅盲點，係一個不斷變化嘅宇宙入面，絕對嘅靜止就等於慢性死亡。好多人以為將啲錢擺喺銀行做活期，或者收埋喺床下底，一蚊都唔去投資，就係最好嘅防守。但係三風蠱卦話俾你聽，你防得住出面嘅小偷，但係你防唔住入面生出嚟嘅蟲。呢條蟲就係通貨膨脹同貨幣貶值。咁點樣解決蠱卦嘅危機？易經教我哋嘅方法叫做剛愎之蠱，意思即係要主動出手，大刀闊斧去行動同改變。所以易經點睇？進攻就係最佳嘅防守。一棵樹要防守自己唔俾身邊嘅雜草浸死，唯一嘅方法唔係縮埋一嚿，而係不斷向上生長，主動出擊去搶佔陽光。喺投資世界，真正嘅防守從來唔係揸住啲現金唔喐，而係主動進攻，將會不斷貶值嘅法定貨幣換成會生生不息、不斷增值嘅優質資產，例如有護城河嘅好公司股票、優質嘅房產。進攻令你財富增長嘅速度快過通脹侵蝕嘅速度，呢個先係最高級、最安全嘅防守。明白咗三風蠱帶嚟嘅啟示，大叔唔會直接教你買咩資產，反而想留低幾個問題，等大家自己靜低心嚟反思下。第一，當你覺得自己啲錢擺喺銀行好安全嗰陣，你究竟係保護緊佢個表面數字，定係保護緊佢真正嘅購買力？第二，好多人將投資進攻等同於盲目投機炒賣。但係如果你嘅進攻係去買入一啲能夠持續創造現金流嘅好公司，呢種主動出擊到底係增加緊你嘅風險，定係對沖緊你未來嘅生活危機？第三，喺個遊戲規則寫明唔進步就會被淘汰嘅世界入面，你覺得咩都唔做，一蚊都唔去投資，究竟係最穩陣嘅策略，定係人生最大嘅一場豪賭？易經嘅智慧話，我哋知生命在於運動，財富在於流轉，防守只可以保你一時，進攻先可以保你一世。如果你中意大叔今日嘅分析，覺得對你嘅投資思維有少少衝擊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我係逆流大叔，同你用易經看透天下大勢。我哋下集見。